看你伤烂，看你在学行，看你的走，看你出世，上边一大摊，轻轻听着喘，开声心肝无袂惊。你是阮的幸福希望，真少甲你请。望你真讲，望你知情，望你赶紧大，望你骨水天空活泼，毋惊受风寒。鸟仔风吹拢总会飞，到底为什么？鱼仔船只拢是无脚，安怎会煞开？日头出来，日头落山，日头对倒去。春天的花爱食会芳，伊是伫倒位？鸟仔有时风吹有山，才会天顶过。鱼仔有飞，亲像行船，希望着爱找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山，日子拢安尼过。花谢花开，天暗天光，同款的问题。轻轻听着喘，开声心肝无袂惊。你是阮的幸福希望，真少甲你请。望你真高，望你知情，望你赶紧大，望你骨水天空活泼，毋惊受风寒。谢谢康思婷。好好听的心肝宝贝哦，哈，谢谢。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被他疼了一次这样哈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而且思婷的声音好温暖，就是真的就是妈妈哎。好啦，哦，啊，到底谁会停下来呢？哈，两个都是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哇，真的是2首非常感人的歌曲。然后那个思婷的这首，真的是从头到尾充满满的母爱哎，然后可以在每一字句当中，就是感受到你对小孩的那个爱，然后很感动，很感动。然后我觉得，这首歌我跟原唱还是有不一样啦，哈，你有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的口气，你自己的意思。那我觉得唱歌到这样子的方式，那才真正是对的，不是说去学原唱。我觉得你就把你自己对你自己小孩的爱，完全就放在这首歌里面表演给我们，就直接传达给我们。谢谢老师，非常感动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建伟老师。好，思婷，刚刚从你的歌曲里面听到很温暖的感觉，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你把很多音唱得更圆润、更圆融了。因为你的手势，我看到你的手势是这样子去把一个转音，然后音阶的改变，利用这个方式去让它更融洽一点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不晓得以前你唱歌有没有这么圆融，或许以前可能比较多次或怎么样，或者是你很习惯这样的唱法。但从这首歌当中，我看得到一个妈妈对于一个孩子的爱，然后那个温暖的感觉是由心里面真正这样子，连一个转音都想要让他顺顺的孩子可以过去，这样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有多伟大。谢谢。